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是今年的第一月份，我们即将要过年的最后一个礼拜，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请续乐，我们一起来唱《主在圣殿中》。主在圣殿中，主在圣殿中，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都应当肃静，肃静，肃静，应当肃静。阿门。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你们来看上帝所行的，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在疫情的当中，我们有做好了防疫，求神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平安。也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早上来到教会来聚会，来敬拜你，歌颂你的名。求神带领我们今天所做的敬拜，都能够用诗歌、颂词来歌颂你的名，能够荣耀你的名。让我们一起来敬拜的时候，我们思想神你给我们的丰丰富富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祝我们的教会，我们把馨香的祭能够献在你的坛前，求主悦纳。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一起来唱诗来赞美我们的神，愿你崇高。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世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世上大穹苍。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世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
我们请站立，我们一起来攻读《使徒信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由圣感孕，由童真理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所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之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远。阿门，阿门。请坐。我们请翻开诗篇第71篇第1节到第6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攻读这一段的经文。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拯救我。求你做我常住的磐石。我的上帝啊，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主耶和华，你是我盼望的。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我们一起来常常赞美你，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为大洋洲的国家东家来祷告，恳求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入人们的生活当中，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的信仰，我们来为此祷告。我们为台湾卫理公会宗教区的教会来祷告，大理卫理堂毕崇道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们身心灵的健康来祷告。我们也为台湾各级的行政首长及官员来祷告，由上帝赐福，让各级长官有聪明智慧，给执政掌权的能够爱台湾的人民，能够赐福造福台湾的人民。我们也为儿童及青年寒假期间的生活休息活动所有的安排，可以有身心灵健康来祷告。我们也为第一线的防疫工作的医护人员、军警来祷告，愿主赐福平安，让他们出入工作能够顺利。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靠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圣道理，我们请
由我来攻读。记载在耶利米书第1章第4节到第10节。耶利米书第1章第4节到第10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出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种。”我们来再看哥林多前书13章第1到13节。哥林多前书13章1到13节。我又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却没有爱，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人，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人，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经课，约翰福音14章第1节到第10节以及20节，由我来攻读。
我们在 PPT 上面都有。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利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利，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不信吗？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20节，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另外一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20章第1节到第10节，以及29节。7日的第1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去了，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他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2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头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进坟墓里，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看见了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个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从死里复活。于是2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29节，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郑宪章牧师。今天所要跟我们分享的是，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现实，对不起。
从马祖回来的郑牧师来跟我们分享。那今天的题目是：那没有看见的就信了，有福的。弟兄姐妹平安，这样声音大家听得到哈？感谢主。耶稣叫我们要警醒。当时候门徒们啊，所知道的，实在不容易，因为耶稣说：“你们不能与我警醒片时或者1小时。”而事实上，门徒们祷告的时候都睡着了。但是啊，我有感觉啊，这个病毒来啊，我们好像都睡不着。所以，真的凡事感谢神。神啊，常常用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啊，来向我们讲话。那么也用一些我们看得见的、明白的来比喻，教导我们明白。所以，可能我们读到耶稣告诉我们说警醒祷告，可是我们都睡着了。可是病毒一来，我们都醒过来了。每个人口罩都戴起来，看到每个人戴口罩，还要量体温，还要用酒精消毒，就知道大家都很警醒。所以我今天要讲到这个题目啊，说那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有福了。照说没有看见怎么会有福呢？这是奇怪了。可是耶稣说了，他说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有福了。所以呢，我们就想到耶稣其实啊，告诉我们很多的事情，什么样的人有福，可是我们事实上都不太有感觉啊。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们都不觉得虚心有什么重要。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我们也不觉得我们哪一天会为义受逼迫。所以这个福啊，好像都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清心的人有福了他得见神那我就清心。那么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这个我们就好好读圣经。这个还有一点感觉。可是这8福里面很多我们都没什么感觉，读是读了，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福。但是我今天就是说，先用这2段圣经来跟大家讲。约翰14章告诉我们，耶稣说他有预备我们住的地方。照说这个很有福啊，可是我们看不见。你也不觉得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到那个墓园买一块地，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都很有福，买得到，感谢主。有时候想要买墓园，基督徒墓园买不到。有一个骨灰塔，那我们都感谢神，这个是看得到的。这个有福啊。耶稣说他为我们预备住的地方，可是我们没有看到。旅行社的人会比较知道这个事情导游他比较知道这个事情。因为当我们一报名参加旅行团你就知道，不管你到哪个国家到瑞士，你就知道一定是住在这个旅行社帮我们安排的最棒的住的地方，旅馆或者民宿。那么你到了我们马祖地区，你也知道他一定给你安排的非常的好，至少照我知道的，那旅行社安排的通常不会太差。除非我们有规定说一定要住顶级的那又另当别论了。但是给你住最好的通常的一般的。如果老人家来，通常他们还会特别安排在电梯的那个饭店里面。弟兄姐妹，我讲这个就是说，其实我们都还没到想要去的目的地，对不对？但是你都知道，都想得到我们的导游那个领队或者旅行社一定给我们安排的非常好。可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他有为我们预备住处我们不一定有感觉读是读了。我记得我很年轻的时候读这一段圣经没什么感觉，因为太年轻了现在读还有一点感觉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读了，而且你读很多遍，那应该感谢神。为什么？耶稣说的很简短，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你借着我就可以去住那个最豪华的神的家。那照说我们看到应该会很感谢神。特别如果你读到启示录，哇，他描述我们那个家好是黄金街、碧玉城，哇，那更不得了，哇，玻璃海，这个是不会讲。然后你看到那个墙壁啊，或者建筑，哇，都是珍珠，哇，彼得，哇，也许农民弟兄，哇，都在那个墙壁上，还有很多我们这些弟兄都在那里，哇，有一点感觉了。因为约翰听说他是卖宝石的，那么他对宝石有研究，他把这个圣徒借着耶稣基督启示给他的，圣灵启示给他，他就把它描述出来。哇，神的家都是宝石啊！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神借着他儿子耶稣告诉我们，他为我们预备住宅那个是人这个非常羡慕的，可是事实上我们都看不见，我们看到的都是文字。所以今天我又另外引用了这个约翰福音20章这一段圣经，就是要告诉我们，耶稣说那个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有福了。事实上我们都没看见，除非有一些人神特别怜悯他，让他死了以后，把他带到神的那里，哇，看到天上的一切，然后回来了又写了一本书告诉我们相信你们一定也看过类似这样的书所以呢，有一个基督徒医生他是心脏专科的，他说他常常在急诊的时候就遇到一些病人心肌梗塞，哇，突然心脏麻痹停了，然后用那个电哒2下3下，醒过来了，哇，大家好高兴。那么他说他有几千个这个病患他给他做了一些结论。他说这个病患被他救起来的几千人里面他说有2种反应。第一种反应起来以后就说，医生你干嘛叫醒我？我刚去的地方好好你干嘛？你干嘛叫我我都到了那个地方了，太好了，太美了主耶稣都迎接我了你把我叫回来，哎呦，跟他拜拜医生你真是的照说他醒来应该是谢谢医生，对不对？他很怪罪我们这个基督徒医生事实上那个医生那时候还不太信主是后来他经过这些研究之后他信主他说这个基督徒医生他讲第二种反应，他说有的人醒过来就抓住他，赶快再垫一下你不要叫我再回去了，太恐怖了医生说你醒过来了，不会再回去了。是安心了。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描述这2种反应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什么感觉。对这个医生来说他很有感觉好像有一种人他离世的时候，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去到一个地方非常荣光的地方。当然那些说他去到很荣光的地方，有耶稣的地方，都是基督徒。那个讲到很恐怖的地方的，都是没有信耶稣的。所以后来这个医生做过这样的研究之后，他下了一个决定，我一定要信耶稣。他还来过台湾演讲的做布道还写了一本书你如果看过，你看了就很有信心。他本来是不是很起劲的，但是后来他很起劲了他知道这个我的病人应该不会骗我，而且那么简单2种结论而已，那很容易嘛。你到底要选哪一种，对不对？弟兄姐妹，你会选哪一种其实不用问了，我知道你一定选右边。右边就是到天上那里，到主耶稣的地方，众圣徒聚会的地方，对不对？要不然你今天不会坐在这里嘛。当然有一些人在寻求，
他可能说，我虽然相信，我愿意选择到天上去，到主耶稣说的地方，可是我不太有把握。好了，今天主耶稣啊，留下他的话，他的言行啊，在约翰福音20章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这两个门徒啊跑，你们猜谁跑得快？年轻的跑得快，还是年长的跑得快？当然我们都是当然年轻跑得快。那年轻的是谁啊？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那么圣经里面就讲到，这位门徒是谁啊？约翰就自称啊，他是耶稣所爱的门徒。所以他跑很快，跑到门徒，跑到这个坟墓门口啊，就赶快看一下，他有没有进去。你们都可以不讲话哈。他跑到那个坟墓门口一看，然后他就没有进去。奇怪，怎么里面空空的？彼得这时候跑过来了，彼得呢，走来，他就冲进去了。哇，冲进去他看到什么？没有看到什么，看到布在那里。好了，你猜这两种人有什么反应呢？他们两个人可能也有两种反应，对不对？一个人跑来看了，不敢进去，忍耐一下，大哥你先，大哥来了，好我来了，都跑进去了，一看，好了。那么圣经奇妙的记载就是说，那个门徒啊，他怎样？我们看那个约翰福音20章啊，第8节，他说先到坟墓的那个门徒啊，当然就指约翰了，也进去了，看见就信了。我读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很奇妙，他没有说彼得有没有相信，但是约翰啊，他讲我虽然刚开始有一点疑惑，但是啊，当我进去看到坟墓是空的时候，我相信了。他说相信什么？相信耶稣复活了。他说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是耶稣10几次预言说他要死里复活，我们应该听他讲话就相信他，不然怎么叫他的门徒？对不对啊？我是林基博老师的学生，那么他上课他讲的我就要记起来，我要吸收啊，怎么可以考试又不会呢？哎呀，这是门徒，你不要笑他们我们是对这个学习很有信心我们的生活我们很有信心学习有信心就是你读书的时候，你知道2+2等于4，但有人不相信那没有关系。考试的时候，可能你就100分别的同学不相信2+2等于4的就没有分数至少是目前是这样那有的人对学习很有信心，那有的人是生活有信心。譬如说，我们叫计程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后面那一辆比较新等一下，等旧的过去，我们叫后面的，对不对？我在台北都看到的年轻人都是这样，这一辆不要坐后面那一辆。他们生活都很有信心，要找什么工作，找什么样的人做先生，找什么样的人做太太，都很有智慧的，都很知道，很有信心。还有一种信心，就是信耶稣的信心，信神的信心，你相信神国的信心，相信永生的信心。这个不一定每个人有，我们读这个圣经就看出来了。当时的门徒也是这样那彼得他后来在彼得前书第1章的时候彼得前书第1章第3节的他就讲出来了，借着耶稣死里复活，重生我们了，就包括他自己嘛。就我们，你看那一天看坟墓的时候，他们2个人都奇妙的变化。这个约翰先讲，我就相信了。耶稣10几次预言说他要死里复活，我今天我知道相信了，因为坟墓空了，从没有一次人我们去坟墓看，说坟墓不见了不是这个棺材不见了这个里面的亲人不见了，没有，大家都去看，都知道里面在，即使后来北蒙捡骨也看到骨头我记得我的母亲捡骨的时候，我的哥哥叫郑宪明他就告诉我，你没有来，但是我告诉你
那个是一个生命课程。当那个棺木一打开的时候，爸爸在里面就变成骨头了，什么都没有。哇！他说我们有一天也是这样，给他很大的警醒啊！我听了也觉得是这样，弟兄姐妹。但是今天门徒，包括我们在内，我们今天到耶稣身体所放的那个坟墓里面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坟墓空，只剩下布在那里，耶稣不见了。那玛利亚呢？玛利亚照说她第一个发现坟墓空的啦，她就在那里哭啊！先生，如果你知道谁把我老师的身体移走了，你要告诉我，我好帮他再拿回来。那个人就叫玛利亚一声，玛利亚，哇，这主耶稣哦，太棒了！所以玛利亚这个妇女她是第一个看到耶稣复活，照约翰福音记载，她是第一个看到。彼得跟约翰没有看到，他们两个只是看到空坟墓而已。可是他们不约而同讲了同样的话。约翰说：“我相信了，从前不信了，我今天相信了。”照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他信耶稣是基督他重生了，神生他了。哎呀，这奇妙！那彼得就说：“哦。”那耶稣死里复活，重生我们了。他也是一样，他们都没有真正看到耶稣复活。至少我今天特别只摘取这个约翰福音第20章1到10节这里，他们其实没有真的看到耶稣复活，但是约翰他就先讲：“我相信了。”弟兄姐妹，如果是你会相信吗？我有没有看见？他说他的。没有真的做给我看，没有真的死里复活，我只看到空坟墓。这是他高明的地方。弟兄姐妹，你看他看到这个空坟墓，他马上有领会。就像我们读到约翰福音21章的时候，他们去捕鱼嘛，对不对？因为耶稣复活了这个虽然有向他们显现，可是他们好像没有像以前那样有办法这样跟随耶稣，所以他们好像没什么事做。那我们就去捕鱼，好了，都去捕鱼了。捕鱼的时候，偏偏那一天不晓得怎么样，就是没有这个鱼不过来又没鱼探机不晓得鱼群在哪里要放弃吗？又舍不得。不放弃吗？这今天就捞不到。这时候岸上有一个人，你们有捕到鱼吗？没有看到，怎么会捕到？你到底会不会看那你们就把网往船的右边下吗？糟糕，他来指导我们，又不是他在捕鱼，怎么是？没有关系吧，那就下网，往右边撒。奇怪，怎么拉不起来哇，彼得，快点约翰，加油！拉萨路，还有谁安德烈，快点，一个人就这样拉。哎呀，太重了。这时候谁先开枪是约翰。他说什么？你们会讲吗？约翰福音21章，是主。这时候彼得还在拉网呢，他听到是主，他是这样跳下去，赶快主耶稣！当然他没有喊，他就赶快跑过去。哎呀，吓一跳，真的是主！这约翰还是厉害，你不要小看那个相信我告诉你我们都是看实物为证，我们不太真的看见一个东西你就知道别的，不太相信。但是我想，你们经过今天这一堂课之后弟兄姐妹，
你的心眼啊被开启啊，你也会很有信心。因为约翰就是这样，彼得就是这样。你看，一个说是主，另外一个就跳下去了，好快啊！奇怪，为什么老是彼得跑在先呢？是不是？照说约翰他说是主，他自己先跳下去嘛？不是哦，他说是主，彼得跳下去。去看坟墓也是这样，他看一下就不看了，彼得冲进去了。彼得也是很厉害。那我的意思说，其实都很厉害，包括这个多马厉害不厉害，也是很厉害。他说我会看见不可以，我一定不相信了，哪有这回事啊？你们都看到了，你们呢能不能拿出来给我证明一下？大家都没有办法不管你了，你不信就是不信你的吧，我们都相信。我们今天决定在这里，来敬拜主耶稣，来敬拜神。这时候耶稣出现了，多马过来，用手探探我的肋旁，摸摸我的手，多马就说：“主啊，我不可能，不可能。”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啊，阿门。那主耶稣就讲了一个。那没有看见就相信，有福了，阿们。这个多马有没有福气啊？有啊！我告诉你，如果是耶稣跟你显现我告诉你，天天睡不着，你一定是很喜乐到处做见证，对不对？不要说你看到耶稣到处做见证。我刚刚讲前面那个美国那个心脏科专科医师他看到病人。看到耶稣，他都得激励啊！他后来就信耶稣，还成为布道讲员。弟兄姐妹，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啊？这个信心真的很重要。你看见相信，当然有福；但是你没有看见就相信的，耶稣讲才是真的有福。那到底我们要选哪一种？你们想选哪一种？我觉得我从小到大都是选多马那一种，要看见才有福，没有看见怎么有福？我爸爸说他看到耶稣向他显现，后来10天后吃晚饭的时候，他就说：“太太你可以为我预备了。”我妈妈说。然后什么预备吃饭吃得好好的，奇怪，他讲完了，我把他讲完，真的身体就软了。耶稣要带他走了，你知道我多羡慕我爸爸吗？他看到了，人家看到了就走了，我没有看到，但是因为我爸爸看到，我到现在都很有信心。我知道我爸爸看到是真的，他不是骗我，因为他也不需要骗我。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读圣经也是这样。约翰、彼得他们不需要骗我们，他们经历什么他就讲什么。他们说信心很重要，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有，他们就这样写。我们呢，真的也是照他们写的，都蒙福了。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我要亲眼看到才是有福，耶稣不是这样讲。耶稣说：“你有信心就能看见，你有信心就能够进入，你有信心就能可以得着。为什么？因为信心是从神来的。以弗所书6章23节怎么说？平安、仁爱、信心都是从主耶稣和我们的天父来的。弟兄姐妹，你看神主耶稣把这个信心赐给我们。”就是要我们相信神相信耶稣相信圣灵而圣灵又是真理的圣灵。那耶稣就说他离开我们到神那里去，就是差圣灵来。那圣灵就会与我们同在，圣灵就是这样指导我们，指教我们，让我们有果效的学习什么？学习耶稣和他所讲的话，所讲的道。以前我们读都不明白，
但是你一相信说主耶稣，我相信你，照你说的，约翰14章那里说的，当我们信神，进入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就在我们里面。哇！当我们照着耶稣所教导我们的，我们这样来相信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圣灵就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当你读圣经，你会这样读的时候，你一定大大的有收获，会比以前来更大大的收获。因为你看到一些现象，你就知道是主。就像约翰看到空坟墓，他说：“哦，主耶稣复活。”看到今天怎么可以打那么多鱼，他就是是主。弟兄姐妹，其实他没有看到主耶稣的脸孔，他就听到那个岸上有一个声音：“把网撒在右边，就撒下去。”弟兄姐妹，今天神会不会也对你这样讲话？他就说：“哎，你有吃的没有？现在疫情这么严重，我哪有办法？把网撒到右边去。你有没有照着做啊？你照着做，哎，果然，哇，神迹，对不对？那你经历神迹，你会说什么？主啊，感谢你。只有这样吗？主啊，感谢你与我同在，是不是啊？主就与你同在啊。主耶稣就照他所说的，他就住在你里面啊，因为你有相信啊，有这么好啊？他不但住在你里面，他还说他在你里面活了，有这么好？他还说他的平安啊，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歌罗西3章15节，这么好？不只是这样，他说是基督啊，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哇，那我赚到了嘛！基督包括一切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你看多好啊！基督是一切，哇，那等于我所有的事情他全包办了。是哦，这么好啊！可是你相信吗？你读圣经读到约翰20章这里，你会说：“我知道了。”他们两个大笨蛋，都跑，费了这么功夫，是到了坟墓那里，要看一下就回去了。告诉你，如果你比他们聪明一点，你读到空坟墓的时候，你就会跳起来。哇，那我知道，哇，谢谢彼得，谢谢约翰，你们这一堂课教了我，就是主耶稣透过你们教我的，谢谢圣灵。哇，我知道了，耶稣复活了，而且不但复活，就住在我心里。照约翰14章那里教我们，弟兄姐妹，盼望我今天抛砖引玉，我让你们知道说，读圣经可以这样读。你读到这里，你就想到，那个源头是什么？你突然你的信心就增长了。其实信心从哪里来？就从主耶稣来嘛。主耶稣住在哪里？就住在你心里啊，就在你里面活，他就包办一切啊。可是你事实上你都常常感觉要祷告有信心，他就是信心。你让他活，他那个信心就出来，平安就出来，神的爱就出来。不然他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怎么做得到？事实上，如果你读约翰福音跟读约翰一书啊，你就会发现。耶稣讲相信，讲完了就讲彼此相爱，彼此相爱讲完了就说要相信。反正照我领会的，反正保罗就教我们了，也是做个结论，就凡事要怎样？相信。刚刚我们读过了，凡事你就相信。那个先知是不是也是相信啊？都是相信。耶利米是不是相信啊？也是相信，特别他从年轻的时候就相信。我们中间如果有年轻人你不要小看你说我这么年轻就相信，太可惜了。你千不要上魔鬼的当，就是这么年轻，你相信了，
你就大大有福气。你看神就拣选这个年轻人，哇，他就为神做见证。可是危险不危险？太危险了。但是神跟他讲：“我必拯救你，我必与你同在，不要胆怯，不要害怕。”耶稣也是这样教我们：不要胆怯，不要害怕，我将平安留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平安，他这个平安是得胜的平安。哇，太强了！他说：“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那么他是谁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世上君王的元首。他就是源头，全能的神，多强啊！我们所信的耶稣是这样。我还是回头讲最后一句这句话。弟兄姐妹，你读圣经怎么读啊？你看到空坟墓能不能跳起来？啊，耶稣复活了！那你还要不要觉得耶稣死了好可惜？他不是可惜，他就是为你为我死了嘛。他替我们死，要做什么？就是叫我们同活嘛。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10节，他替我们死，就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弟兄姐妹，那这样赚到了没？赚到了。你今天跟旁边的人说一下，我今天赚到了。赚到什么？1000万，不是1000万，赚到主耶稣基督。你怎么赚到他的？他教我们的，约翰14章第1节，不要忧愁，心里不要忧愁。你的重担啊，主耶稣太了解；你的工作，主耶稣太了解；我们的家庭，我们孩子，他住在你里边，他还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情了，对不对？所以他告诉你，心里不要忧愁。你们当信神，当信我。这个圣经啊，照说应该2次都用当信神，当信我，而且还加个入，当信入神，当信入我。那信入神、信入耶稣会怎样？那么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边，耶稣基督就在我们里面。阿们。那我们真的是赚到了，这是至宝，天下至宝，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宇宙的主宰，全能的神，住在你我里面。哇，很奇妙。你会惊艳到，当你头脑在想，说主耶稣啊，这是你想的吗？怎么都成就了？我们好几次都这样。我们当然头脑在想，哎呀，好羡慕什么的，怎么隔天就来了，就成就了？哇，这什么力量啊？他怎么都知道？当然他知道，他调度一切。弟兄姐妹，不要小看我们所信的神，就这么奇妙的神。他知道不知道会有这种疫情啊？他什么都知道。你不要以为他什么都不知道。你祷告说主帮助我们，主老早要帮助我们，他就天天活在我们里面，在帮助我们。你千万不要以为他都不理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姐妹，他就活在我们里面，天天显出他的道理。照保罗讲的，我们在基督里，他有什么丰盛，我们在他里面都得到一切丰盛。至少哥林多前书1章30节这么说：我们得在基督里啊，是本乎神，神又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呢，夸口的要怎样？的主夸口，在主里夸口。意思是说，耶稣基督就活在你的里面，他一切的丰盛，要在疫情当中都显出来，在你的家庭中显出来，在你生活学习里面都显出来。这就是他的心意。你不要挽回他的心意，你不要说我不好意思，没有什么不好意思，他根本就活在你里面，你不好意思也没用。其实我们就是接受嘛，说主啊，我就让你活，天天让你活，好不好？我们来这样说说看，好不好？祷告看看，主啊，我就让你活了，天天让你活。我不知道怎么活，但是你是神哦，你一定知道。谢谢你啊，天天都是你哦。
随时都是你哦。感谢你啊，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最后做个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是你活在我们里边，显出这样的敬拜，好叫我们的天父得到荣耀。亲爱的主，你真是爱我们，我们不懂的，你就是透过圣灵这样子教我们。过去我们不晓得圣灵会指教我们，但是你的话就说了，说你要差圣灵来，就是引导我们明白，教导我们有关神赐给主耶稣的事情。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神。主啊，你所讲的，但愿就是这样应验在每一个神的儿女身上。主啊，我们先感谢你。哦，你一定可以应验，你一定要应验。不单是应验在我们身上，也应验在我们传福音的对象，那些福音朋友身上，我们的朋友亲人身上。亲爱的主，感谢你，还有那些来自五一人学校的这些学员的身上。主啊，因为他们看见我们，就好像看到你，这是你的话，你亲自说了。主啊，感谢你，人看见你就看见父，看见神。主啊，如今你活在我里面，也叫我们四周围的亲友，叫还没有信主的亲友，或者我们的邻居、我们的乡亲朋友，主啊，他们看到我们也是看到你，这不在乎我们的，这全部都在乎你。谢谢你，你真的荣耀你的教会，荣耀你的儿女们，感谢赞美你。哦，谢谢主，天天在我们所有神儿女的里面活，也在我们孩子里边活，荣耀归给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谢谢宪章牧师，他是我们教会的年轻人，然后去当传道人的，很不容易。他今天能够回到我们当中，他从小的时候就住在我们以前桂林街的那个台电的宿舍，那他跟我们有很多年都认识了很多年，我们谢谢他。我们一起来背今天的金句，我们一起来请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我信的有福了。路加福音20章29节，再一次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看见了才信，那没有看见我的那个。我们来唱回应诗歌，新灵粮诗选237首，我们坐着来唱，唱全首。荣耀归主。
起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将我们的一切都是由你而来。我们谢谢你，我们预备一点金钱奉献，做教会事工所用。求主悦纳，加上赐福，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司线同工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唱，我们都是一家人。然后唱第二遍的时候，我们来彼此拱手问安。大家请坐。我们来看教会消息。今天是显现节或第4主日，我们也谢谢宪章牧师来这里跟我们一起分享。那这里有一位是他的子女，请站起来让我们认识吗？宪章。哦。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在那个新的旁边那一位
哦，欢迎你。坐在那边，我猜到了，很像谢祖祥，我认识。那因为政府的规定，我们就来遵守。那希望呢，我们也能够打疫苗、戴口罩、量体温，然后喷酒精。那我们现在的座位上呢，都有那些文字，那个文字呢，本来是要去打叉叉，那个地方就是说不要做。那我们为了省这些纸张，我们就把以前旧的呢，把它贴上去。那个位置呢，就是说，请各位弟兄姐妹，那种位置不要再做，因为以前我们都放在背后，背后的话一坐，其他的人一坐的话就掉下来了，还要重新再贴上去。那我们就遵守我们的办公室的规定，这样我们就空下来，也保持距离。谢谢大家的合作。那我们今年是爱行动的教会，为爱走出去，所以说呢，我们就将今年我们能够更加的能够将我们的家人，还有我们所知道的亲朋好友，也能够来一起邀请他们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崇拜。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呢，2月份的圣餐暂停一次，本来是在第1个礼拜的礼拜天。那2月18号不知道还能不能进行我们全国的联谊会的选举，我们等候通知。那我们6楼的设备的奉献，我们就在今天我们就会截止。我们感谢弟兄姐妹一起来奉献，为我们的6楼已经都整理90%都已经完成了。有空的话，请弟兄姐妹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地方可以增多用途的活动空间，大概里面有90坪。那我们在爱读经计划呢，请弟兄姐妹继续来努力。那马祖的我们自己来参阅。那即将要开课的神学导论，我们有意愿参加的，请赶快报名。那我们也为打疫苗的弟兄姐妹的平安来祷告，求上帝让我们能够，无论是去大型的打疫苗的地方或诊所，让我们弟兄姐妹都有平安。那身体不适的呢，我们继续关心。我们也特别为清良弟兄，他昨天呢有动了手术，我们也为他的平安跟心情来祷告，希望他能够有好的修养，能够早日能够出院。那我们将肢体带回去，我们回去的时候多为我们肢体有一些不适的来祷告。我们来唱3-1颂，请起立。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誓言，万福之本。我们请宪章牧师来为我们大家祝福。谢谢亲爱的天父，你照着你荣耀的丰富，向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显现。你说你活在我们里面，你天天在我们里面来遵守神的话语，主的道。谢谢你
你是大有能力的神，你的大能大力在我们心中运行，就能够叫主的旨意成就。主啊，就能够叫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来行神的旨意。感谢主，你这样的赐福，你的福丰丰富富的临到我们所有的家庭、所有的年轻人身上。感谢主，谢谢你这样与我们同在，每一天与我们同在。感谢你，天天在我们里面活，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颂。阿门。请坐，默祷散会。在殿乐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和教会事工代祷。有病痛的、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来到前面，牧师为你祷告。